大師，我有啲唔妥啊！呢排成日覺得自己臭臭地，洗極衫都係咁。我咧仲成日覺得自己周身痕添啊！我聽人講咧，真係有污糟嘢，見到嘅同見唔到嘅都好多。臭坑出臭草，臭衫衰到老，一直唔清潔洗衣機，細菌自然就會不斷滋生。霉味暗藏陰氣重，啲衫洗完都一陣霉噏味。正所謂霉氣纏身，運不順，風水術數助乾坤。師傅咁即係點啊？風水輪轉，霉氣走，滴露清新，運勢開。滴露洗衣機除菌清潔劑嘅升級配方，持有雙重消臭技術，全新抑制異味科技，有效殺滅引起異味嘅細菌，殺滅99.99%細菌。霉味、水垢、塵垢即刻走，洗衣機無菌無臭，洗出嚟嘅衫先係真正嘅乾淨。真係冇晒異味啊！部洗衣機乾淨晒，仲散發住松木清香添喎。記住，定期每個月用一次，一支就可以助你一洗頹氣，一路行運。優惠期間20蚊一支啫。